来看台北内湖的形成社会主体哦，有住户指控讲，因厝邻的排水孔最近拢有吐丝仔甲太过水，味阁真歹。台北市的都发局是表示讲，已经的调查了，1月中会来说明。外面无落雨，伫台北内湖的形成社会主体，煞咧落雪雨面啊，敢若会当长久封锁线。毋但安尼，这个月初七有住户的厝内，灶骹的排水孔阁一直浮出落个满甲垃圾水。想要玩了，因为那个味道跟泥巴真的是那种下水道的感觉啊，我就觉得哇，我直接在下水道了。对花莲来台北工作的张先生进行阮抽到社会主体，开买30万买家具甲冷气，毋过才待无2年的时间，排水孔阁铺垃圾水，除了房间到即马拢有真重的水垢仔味，连带互铺的地板也拢乌有去，拢总是损失大约5-6万。一般大楼的人的厨房家里不会这样异常冒出这种东西。对，那就代表说它的管线是不是塞住，或是哪里结构设计有问题才会这样嘛？来看去年形成社体，敢若1个月就接到通报修理2245件，遮侪件。如今排水的问题又个影响到个别的住户，个1楼的公共区域。自己有听到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没遇到。所以主干管是堵塞在其实比较低的楼层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先做引流的部分，先让住户的溢水的部分先解决掉。那同时也会在寻找说，到底是哪个部分环节出了问题。都发局表示，已经真侪届前往现场了解，即马当咧追查源头，厘清原因。调查结果出来了后，就会评估敢要赔偿住户财物的损失。按算1月中下旬会互住户恢复，不过目前问题根本无法度解决，水垢仔味规厝内，张先生敢若会当无奈继续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